雖然講這新冠疫情已經無遐嚴重，不過伊含流感真相像，也要透過快篩來判斷降低重症風險。針對高風險的時大族群，民間團體是呼籲政府要針對着基層診所加強新冠肺炎的快篩也有診斷。疾管署是回應講，目前國內疫情相對穩定，針對基層診所的防疫安全網，會閣再研議相關的獎勵和補助的制度。基層篩檢要支持，新冠診治要及時。真濟時代可能因為健康的狀況無理想，是新冠肺炎高風險的族群。雖然新冠的疫情即馬已經無遐嚴重，不過伊甲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甲其他呼吸道的症狀攏真相像，就要透過快篩試劑，才會當正確的診斷，降低重症的風險。有兵團指出，台灣有9成以上的醫療機構是佇社區，因呼籲政府要對基層的診所加強對時段新冠肺炎的快篩甲診斷。從春節期間的 UCC 的那個門診看得出來，裡面大概50%都是因為感冒啊，然後咳嗽、發燒這些症狀而去就診。平時的基層門診就可以來幫忙守護跟做好這個攔截輕症，然後防止重症的一個角色。兵團指出，若是會當佇社區的診所量早發現甲治療，就會當避免變重症也是死亡，嘛通減輕大病院的負擔。不過有醫師表示，目前衛福部流感快篩的給付是300點，新冠的快篩才150點，但是計出來的業務經歷採檢甲管理的成本都無補貼，嘛會降低基層的診所積極採檢的意願。目前這樣子的給付150%，其實非常非常 close 我們基層醫療院所的成本哈。那病患要等待，我們要幫他做身份的確認哈，然後之後幫他篩檢，請他等人力耗材等等的時間，其實這個都是一些成本。也那疾管署是回應講，目前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是相對穩定，疫苗甲藥品的數量也攏有夠。針對基層診所這個防疫的安全網，會閣再研議相關的獎勵甲補助的制度。記者歸由基林小凱台北報道。